教部推行美感教育已经有一段时间啊，南投综合高小进前甲武当宫的合作，将这个墙仔边呢，和这个学生去画图，由老师带这个学生囡仔作为发挥创意，这个美化市容嘛，达到这个美感教育目的。南投综合高小和武当宫合作，提出日口的壁进行彩绘，除了美化市容嘛，完成美感教育的目的。让他们能借由这次来了解，其实画壁画不是只有涂颜色，它是可以结合调配各自的颜色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色感上面的配置不是只有单一一种，它是有很多的元素。壁画老师黄玉环带学生做回来画图，即摆伫壁顶画图，嘛，互学生感觉真趣味，学到寡济画图的方式。因为我们老师就是外聘课带我们一起画这边墙壁，然后用油漆画，教我们许多技巧。渐层的话也是把颜色分开这样涂，然后就是不会像水彩一样，可能就是要多加水。甲美感教育落实伫生活，嘛希望互遮囡仔有美好的回忆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